有所得故，菩提萨埵。维般若波罗蜜多故。我要恐怖颠倒梦想，就就那个，但是就般若波罗蜜多故。哦耶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。揭谛菩提萨婆诃。弥勒教真经。阿摩。
君主。南无弟子赵长明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回向于林阿柳前贤，祈请弥勒古佛、济公活佛、诸天仙佛菩萨，了解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无形大德的恩怨，令其解冤释怀，助其减轻病痛，病魔折磨之苦，得以早日康复，身心健康，不会增长。南无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好，感谢大家，祝大家今天回向了愿愉快，有个美好的夜晚，谢谢。大家晚安。各位为我们导读，各位前贤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副领任，大家晚安。晚安很优秀的前贤晚安，感恩全人领任慈悲组长晚安，红坛主，红坛主晚安，副领任晚安。前贤们大家晚安。晚安后天的时间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副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大家晚安。前贤们大家晚安林前贤晚安。林前贤的晚安。领任晚安。